台湾目前知影有5种的土壤，有学者嘛发现讲，8当前互号名做台湾土壤甲草南式土壤这2款标本那亲像有顶搭。雪霸国家公园一定伫官方的网站甲展览中更正了。 雪霸国家公园内底有真丰富的生态资源，其中台湾土壤数量真少。但是台湾学者研究发现，8年前向号名的台湾土壤甲厝南式土壤2个物种的形态完全颠倒变。经过比对特征甲文献了后，总算是验明正身，修改证明。发现就是他所叙述的台湾山椒鱼的花纹，跟我们就是过去所讲的楚南氏是一样。木茂四郎的文献发表上所看到的楚南氏山椒鱼，是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台湾山椒鱼是它的花纹跟特征是一样的，是完全是相反这样子。雪管处表示，1922年日本学者木茂四郎根据土壤外观形态的差别，伫咧日本动物学杂志发表号名台湾土壤甲楚南式土壤。但是这几年台日学者交流所发现，标本说明甲野外记录土壤形态拄好颠倒变。台湾土壤后骹镜头有5支，楚南式土壤是有4支，确定应该要将2个名对调。为了国际上交流的一致性以及交流的方便，认为还是应该要做一些命名上面的更正。那所以从今年2025年开始，我们希望说台湾的山椒鱼能够正式把这个错字的问题。大家予以重视，然后一起来更新。目前雪管处的土壤特点已经将介绍完新，而且修正官网，清楚呈现雪霸国家公园应该是楚南式土壤的栖地，各自另作规章。公司新闻苗栗报道。